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虽然咱有台风警报吼，毋过上帝保守，互咱早起这时间吼，天气还阁无介大的风雨，互咱有这个稳定，咱来到上帝圣殿来敬拜伊。这是偌尼有福气的代志。咱早起要伫这所在敬拜伊，咱也要祈求上帝保守咱的台湾，无受到即个风台的影响。 有大的伤害伫咱台湾吼，咱是要献上感谢，献上俄乐，伫咱早起的即个敬拜。伫诗篇28篇第70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要得到帮赞，所以我的心就大欢喜，我要用诗歌来俄乐伊。我相信咱的主是咱通倚靠的主。 伊用伊的双手来扶持咱，来帮助咱。咱因为安尼，咱得到平安；因为安尼，咱的生命得到丰盛。所以咱爱安尼来大声来阿罗伊，来感谢伊。特别咱今日来到圣殿来敬拜伊，用咱的生命，用咱的全人全心来阿罗伊。这是偌尼通回应上帝的恩典的一件代志。所以咱还未开始咱早起敬拜之前，我邀请所有兄弟姊妹。 咱开声来祈祷，开声来讹咱上帝，因为伊是全能的上帝，伊是通互咱倚靠的上帝，伊是堪伫讹乐、堪伫尊重的主，所以咱开声来讹乐伊，开声来尊重伊，咱开声来讹乐。哦，主啊，你是堪伫阮讹乐的主，主啊，阮清早到你面前来，单单要来敬拜你，哦，来尊重你的名。哦，主啊，你。 名是堪伫阮来大声来来尊重来喊话。哦，主啊，你是阮的牧者，主啊，你是阮生命的光，你是阮通倚靠的石盘。哦，主啊，阮清早来到你的面前，单单要来调见你的面。愿上帝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备放好阮的心。阮在去敬拜中间，看见上帝的荣耀彰显，搁一遍甲上帝的相拄，搁一遍会当伫。 你的受恩宝座前，领受上帝你大的祝福，透过再去敬拜来改变阮每一个人的生命。阮清早所有兄弟姊妹聚集这所在，用诗歌、用敬拜做芳芳的祭到你面前。这时我也要祈祷，用祈祷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愿上帝保守阮早起伫你面前所摆列的这一切，也接纳阮伫你面前所有的祈祷。 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咱念这诗歌，主啊，我单单属于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去引我。 好，我心多多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去引我。好，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 哦，耶稣，我需要你，团的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帮助我，好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哦，主啊，我爱你。 主啊，我靠无你，我靠无你。主啊，愿你的听来吸引我，互我的心多多来爱你。然后一边讲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 愿你听来去引我，好
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我的听来帮助我，哦我心。多断小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哦耶稣，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哦，是啊，主。我的天，哦，愿你的听来帮助我每一个人的心。哦，我心。全然，搁一遍讲，哦耶稣，我需要你。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我的听来帮助我，好我心，完全属你。愿你听来帮助我。我的听来帮助我，好我心，全然属你。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用你的手来帮助我的心，吸引我到你的面前，互阮单单属于你。主啊，这时阵，无论外口的环境安怎，无论外口的风雨安怎，总是我的心安静到你的面前，因为我单单属于你，我单单属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上帝面前。特别为着咱家己，咱生命中济会做，济不义的代志，来到上帝面前，请面伫上帝面前，恳求上帝来赦免咱一切的罪。咱为着咱家己的生命的软弱，咱献上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哦，主啊，恳求上帝你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单单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上帝你赦免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的污秽。主啊，恳求上帝你即时临在伫阮中间，临在伫阮的心里，阮知影阮软弱伫软弱，常常离开主远远，总是主你的恩典吸引阮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讲你要将你的救恩、你的救赎要赏赐予阮。恳求上帝早起这时阵，阮知影毋知影做，恳求上帝来赦免，赐落你恩典的宝血。洗清阮生命中一切污秽，互阮早起有一粒清气的心来到上帝你面前，来朝见你的面。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咱这时阵为着咱台湾来祈祷，就为着这土地来祈祷。咱有一个犯罪，咱有一个不义的代志啊，伫咱这个土地，咱为着咱台湾这个岛屿来祈祷，为着咱国家，为着咱社会，为着咱世界局势来祈祷，特别。恳求上帝会当复兴台湾的正教会，我相信上帝设立教会伫这个所在，一定有伊的心意，就是要互每一间教会成做光的电塔，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所以咱为着咱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会当互每一间教会成做一个宣扬平安、福音、救赎恩典的教会。特别咱为着已经特别入来这个台风献上祈祷，恳求上帝保守、保护咱台湾，无互咱带来严重的灾害啊！特别这个7月平安月，恳求上帝会当赐落
迄个恩典伫每一个这个行乡的百姓中间，互阮得到完全的平安。所以这时阵，咱为着台湾这个岛屿来献上祈祷，恳求上帝保守，恳求上帝保护，咱开声来祈祷。请主，阮为着台湾这个岛屿来献上祈祷，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岛屿这个敬拜邪灵的这款的捆绑，恳求上帝你来斩除，恳求上帝来破除这款的捆绑，互阮台湾这百姓，阮的心灵得到完全的自由透放，互阮有机会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主啊，你唤起台湾的正教会，知影要安怎伫这个世代，这黑暗的世代，成做一个光的灯塔，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互所有的百姓看见这个光，就来招近你。主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所有台湾这个岛屿，特别这个风台要来的这个时阵，恳求上帝你保守阮，保护阮。互阮虽然有这个款的风台，总是我无对着大的伤害，互阮会当躲过这个风雨所带来的这款的灾害。恳求上帝教阮伫地保守台湾这个岛屿。哈利路亚，是啊，主，阮正兄弟姊妹开声为着台湾献上祈祷。阮台湾的前途，恳求上帝来引带，恳求上帝来带领。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也是阮台湾的主。阮要将阮台湾搁一边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恳求上帝你成做阮台湾的引带，台湾的君王，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第二，咱为着咱家己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咱教会有一个兄弟姊妹面临一的困难，甚至咱家己嘛同款，咱有面对一个困难。恳求上帝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愿望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第二，为着咱甲咱厝内人的关系和睦来献上祈祷。保守咱家庭内底每一个成员的心灵，拢有上帝的保护。第三，为着咱的工课，为着咱的职场，也是讲咱伫学生，为着咱伫学校的生活，甲咱的同事，甲咱的同学有好的人际关系。过来，咱为着咱的经济稳定来祈祷。咱知影最近有一个物价的启动压悬，是咱咱伫工课顶面，是事业顶面。一困难，互咱造成咱的经济有一个难处。恳求上帝会当帮助咱，互咱知影要安怎运用上帝所赏赐遮的财物，会当互咱好好来运用，互咱无欠缺。第三，为着咱个人心身的健康，为着咱疾病，特别咱厝内人若有疾病的人，咱为着来祈祷，恳求上帝来医治。恳求上帝来保守，咱开声为着咱家己，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咱知影伊的困难的，咱提名为着伊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请主耶稣基督，阮为着阮的生命来献上感谢，也献上祈祷。主阮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有一的难处，一困难。阮可能甲人的人际关系无好，阮可能伫阮的生命中间有一软弱的所在。主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知影要安怎用行伫上帝你的道路顶面，用主你的听来甲别人相交分享，互阮有好的人际关系，互阮伫阮的工课顶面，互阮伫阮的生活顶面，甲人有好的关系。主啊，特别保守阮的个人每一个人的经济，阮的财务所面对的一困难挑战，恳求上帝你会当帮助阮，互阮明白要安怎来好好来运用阮所有你所赏赐这财物，互阮无浪费，互阮嘛知影要安怎来伫这款的生活中间得到满足。主啊，恳求你互阮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这时阵阮为着阮所有兄弟姊妹来健康来献上祈祷。阮知影，阮中间有一兄弟姊妹，因的心灵、因的肉体有一的挑战，一的艰苦，一的病痛。恳求上帝你的怜悯临在，恳求上帝你医治临在伫阮兄弟姊妹的心中，医好阮身躯的疾病，互阮有一个活泼的心灵来到上帝你面前，用愿望、用喜乐来到上帝你面前。恳求上帝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第三，咱为着咱教会的同工，为着各种的事工来祈祷。咱为着咱教会牧者团队，为着咱的中级同工，为着一服侍团队的首长、团契首长、干部来祈祷。或者的同工满有属灵的气力、属灵的温数，伫服侍顶面充满智慧、充满能力。咱特别为着咱教会属灵的气氛来祈祷，互所有兄弟姊妹较无信心、较无来祈祷、较无来听上帝的话、较无来敬拜。
第三，为着咱的大使命的事工来祈祷，咱知影为即个月开始，咱开始要推动一个福音的事工，一直到年底，也有各种的福音事工。恳上帝会当唤起所有兄弟姊妹热心来参与，为着这款代志来祈祷，也引带一无队友来进入到这款福音的这款的聚会中间，福音来认捌这个福音。所以咱开声为着教会这个同工，为着咱要推动的一事工，为着咱的属灵气氛，咱开声来祈祷，恳上帝来帮赞，咱开声来祈祷。听主耶稣基督，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教会，这个同工来献上感谢，因为你好这同工来伫阮的教会内底来服侍主，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服侍阮实在是献上感谢。感谢上帝，你赐予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快乐，伫这个同工顶面，互因伫服侍顶面无野心，互因伫服侍顶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互因知影要怎常常来信了你主，常常领受上帝你的意向，知影要怎将这间教会富强教会将做一个上帝喜爱的教会。恳上帝你会当互阮教会所推动的这个事工，毋是为着要利益阮，乃是要高举上帝你的名，互这个事工会当互上帝你的福音来遍传。特别阮为7月份8月份、9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有一福音的事工。恳上帝你会当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为着这个事工献上祈祷。特别参与这款的事工，特别当引带阮的亲人朋友，特别是未信主的亲人，会当入来这款的聚会中间，互因透过这款的聚会，搁一遍互因的生命也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救恩。恳上帝帮助阮，保守阮的教会所推动的这个事工，单单要来荣耀上帝你的名，单单互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单单互这个世上的百姓会当归于你你的国度内底。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主啊，愿我单属你，我的心爱你，我的心靠无你，愿你的听来起舞我，互我独独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起音乐，互我心多多爱你，耶稣。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蒙着我，互我心全搁一遍唱讲，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蒙着我，互我心全然属你，愿你听，愿你听来蒙着我，互我心全然属你。咱为着早起的敬拜来献上祈祷，愿上帝赐落较无灵，互咱赐落敬拜灵，互咱活络的灵，互咱伫今日敬拜中间。咱别着为着今日有一服侍的同工，伫帮助咱来敬拜主，愿上帝会当帮助这个服侍同工，互因服侍会当得到主的欢喜，互因的服侍会当互咱敬拜会当搁专一，互咱单单归荣耀互咱的上帝。第三，咱为着今日要讲道的夏牧师，伊所要传讲的信息，咱献上祈祷，恳上帝使用夏牧师的嘴讲出的信息，咱帮助咱更新咱的生命，搁一遍互咱来徛在伫上帝面前立志，讲我永远要行做上帝的门徒，行做上帝的使徒。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咱献上祈祷，咱开声来祈祷。请主耶稣为着早起的敬拜献上祈祷，恳上帝你的灵临在伫阮中间，主啊，你设立宝座伫这个所在，互阮在早起的敬拜中间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伫这个所在，互我早起的敬拜会当听见上帝你要对阮讲的每一句话，拢成做阮生命的帮助，成做阮生命的美良，成做阮生命的快乐。主啊，恳上帝保守阮早起的敬拜，无魔鬼的搅吵，互这个所在成做上帝你喜爱徛起荣耀的所在。我感谢。
你临在伫阮中间，欢迎圣神临在伫阮中间。阮搁一遍将早起的敬拜，特别将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搁一遍仰望主你的圣手，愿上帝你使用牧师的嘴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真做阮的快乐，真做阮的力量。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拢是有福气的人，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主，所以咱请兄弟姊妹所要起立，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来讹咱的上帝，因为是看得人讹落的上帝。我的心啊，你着欢喜；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讹落耶和华，用真心虔诚的心讹伊。天地一切拢得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路敬拜来，我的心啊，你着欢喜；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讹落耶和华，用真心虔诚的心讹伊。天地一切拢得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路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就体为爱来感谢。我的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唱歌；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讹落耶和华，用真心虔诚的心讹伊。天地一切拢得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路敬拜来回应大声唱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着体为爱来感谢，我的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就体为爱来感谢。我的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就体为爱来感谢。我的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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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用这个破声来鼓舞咱上帝，感谢咱的上帝，因为是咱的主，伊是咱生命的主宰。伊是咱世界的主，也是咱教会的主，也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咱来敬拜伊。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诚心甲是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的生命，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也承认你是主。咱宣告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大声宣告讲，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困求诚心甲是我，
耶稣基督，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生活，耶稣基督是主。困求信心甲生活，耶稣基督是主。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主宰。只有你献给公义，天山龙恩的归路，敬拜尊重你，因为你有永远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好山那归地大兵的好诶，好山那归地万王的好，眼光拢归地只看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眼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主宰，只有你献给公义，天塞龙恩的归路，敬拜尊重你，因为你有永远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好山那归地大兵的好诶，好山那归地万王的好，眼光拢归地只看上帝，主耶稣是弥赛。好山那归地大兵的好诶。好山那归地大兵的好诶，好山那归地万王的好，眼光拢归地只看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眼光拢归地只看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眼光拢归地只看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咱来唱圣诗181首，同心而落天父，自然永活上帝，听同人民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下。同心而落天父，自然永活上帝，听同人民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下。哦，罗耶稣尊名，上帝都是个行。公道嘅大小人罪过，替咱办啥使命？哦，罗上帝诚心，关定感化万民，对天感恩点咱的心，互咱解固我心。哦，罗上归于天，白行诚是上帝，至尊至大万物主宰，哦，罗高万万
万岁。我想着主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世界一切大自然拢是伫你管理、恩典、甲业力的下面。主虽然有风台要来，总是阮知，阮拢降服伫上帝你恩典、你的权柄、你的听的中间。所以，阮犹原伫清早，阮照时阵自执伫你的面前，阮要专心敬拜，阮要用较无的心迎祭主。你进入阮的心，互阮明白你的听，甲你圣经的话美好的假释。主啊，这个时刻，愿阮正大家，无论是伫现场，亦或是伫线顶，阮会专心一意敬拜你。愿圣神临在伫阮中间，愿一切娱乐甲敬拜、荣耀拢归伫你。愿众人拢伫你保护的下面，心有平安，愿有你的保护甲看顾。感谢你，愿这个礼拜，上帝你的听伫阮的中间。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重新来祈祷讲：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愿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启应，咱即时做伙来启应，伫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我来启咱非常大来应。来呀，咱来笑着俄罗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来集中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即时做伙压头来祈祷。主爱主，爱阮的神，伫你内面满有五望，伫沙漠你要开江河，伫阮的人生每一个困难当中，赐下出人意料平安的祝福，使阮的心会当伫基督内面，伫苦难面前无怨叹，只有感谢。伫试炼当中发现家己的不足，明白家己的软弱，信靠着你的信心，互阮更加有勇气做新的事。信实的主，你对阮的应允必有成就，求你坚固阮的心来跟随着你。阮的大牧者，阮的上帝，我要为着阮的教会牧者、长老、执事、小组长、同工、甲会友来向你祈祷，求你赏赐对你来的智慧，好牧养你的众羊群，赐下你的爱心、甲耐心，互阮伫繁忙事务当中，会当用欢喜快乐的心来服侍交托你的使命。求主赏赐你的保灵，有当有好的健康的身体，做好的服侍。今日，阮的主日要举行中保大堂的彩排礼，新任的组长的彩排礼，第6期的幸福小组的推动。而咱教会非常需要你的权柄甲力量，求你的爱合一的灵，会当充满伫阮教会兄弟姊妹，转变伫阮的意念，带着阮合睦的心，指明未来甲日日，带伫前方的道路，互阮需要你的智慧、心灵的引带来推动教会的事工，一切当顺利，荣耀归于你。求你今日的主嘅信息的进度，会当互阮对你会了解的旨意，互阮专心仰望着你的面前。愿你今日的敬拜会当得到上大荣耀，会当互阮今日来康康来满满的转去。愿你的名为圣。安尼，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讲述上帝的话。记载的圣经有2节，第一节《历史书记》第19章到15节，第2位是以赛亚书54章13节。我来读：迄代的人拢死啊，后一代的人起来，伊毋捌上帝，嘛毋知影伊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以色列人做上主看这歹的事，去互塞巴力，因去杀带伊出埃及的上主。因为列祖的上帝去对四周外族的神明加以跪拜，掠上主受气。以色列人刺杀上主，去互塞巴力甲亚斯塔略。上主对因发大受气，将因交互抢掠因的人，伊阁将因加以交互四围的对敌。以色列人就袂当对抗因的对敌，逐摆出战。上主照伊所讲的所立誓，降灾祸攻击因，因就非常困苦。第2位记载伫以赛亚书54章13节，恁的囝拢会受到上主的教导，恁的子孙拢会平安欢迎。这是咱来献诗，由咱圣歌队来献诗，献诗的曲目是《天父的双手》。咱献诗煞了，由咱学牧师来进道，牧师今要传讲的讯息是应受信仰的传承。
感谢圣乐队用天父双手带咱来敬拜上帝，今日祝福大家平安。感谢主吼，虽然安尼风台已经警报已经宣告啊吼，毋过早起是一个风雨前的宁静啦吼。上帝怜悯，互咱早起应该各种的天数无受影响，下晡可能慢慢才开始风台来，但这边的风台吼。对北平一直到南平吼，毋知佫转袂啊，毋知佫驶对巴士海峡去无？总是听气象报告讲，已经有1471日风台毋捌登陆啊，1400几日。惊到有个人吼，拢无经历过风台即款提防的即个天数啦吼。所以请咱游玩第一，特别是大家早起礼拜煞。等于到厝，大家好好来防备吼，因为若照这个路线，可能会对咱台南高雄遮来出海。愿主保守啦吼，咱台湾人吼，咱若有年纪的拢知影，经历这个风台是已经一个每年热天的一个固定的习惯，咱拢已经有备办心，总是求主怜悯，这个风台安尼带来雨水，总是无带来伤害吼。咱要分享主的话，大先来做祈祷。主啊，主上帝感谢你，是阮祝福，互阮早起无受风台影响，阮由阮人正常伫这个所在自集来敬拜。主啊，愿你保守，互阮大家人，无论是伫现场还是伫线顶，阮同一位心的聚会敬拜。你的话也怎做阮的快乐甲帮助。虽然时势变化，天气变化，阮人的这个境遇也有变化，总是只有你的话。是久犹久是永信，你的话永远无变。阮牵条这个，阮就会通面对任何的征战甲所有的攻击。愿你圣神同在，开启阮的心，愿明白你话中的教示。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这位本来今仔日吼，咱拄好9月初3啦吼，9月初3，咱主日学。甲咱的青少年吼，拢已经开始恢复去学校啊！本来今日主日学嘛要举办即个升级的礼拜、升级的聚会咱若逐摆若要升小学3年吼，咱会送因一本圣经安尼。咱的青少年吼，题目台昨昏已经举办了啊，就是升级礼拜吼，是讲开学啦，开学的日。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特别今仔日也要举行咱的即个台岛团队的同工的车派式咱阁有新的小组长要就任。我用即个主题，永续的信用传承，甲咱作为思考永续就是永续无长的安尼。咱读过史书记2章10节到15节，伊咧讲起着一段故事，咱小等下人来复习。第2段是咱看见咱通过以赛亚所予咱的一款的应允啦吼，讲你的囝儿会受上主的教导，子孙就平安佮繁荣。咱要来对这个史书记的经节来进入这个检讨佮反省。以色列人因有信仰的第3代，以色列人。咱今仔日是对第10节开始读，若是要完整，应该会使对第6节啦吼，搁来补充头前迄段，到底是安怎？以色列人会有即款的演变就对吼。但史书记2章6节到9节有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吼入去埃及，入去迦南地初期的状况，因咱知影，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入去迦南地已经年老啊。就开始无用伫遐分配12支派，什么人、什么土地，圣经拢记载真清楚。约书亚记后壁，那史书记就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啊！头前迄2章嘛是咧记载讲，线接约书亚伊的后续的记述就对啦吼。第一，伊甲遮个百姓该分散去啊，因为战争已经煞吼，迦南地已经入来啊。所以讲，大家各自去到家己所分配的土地开始耕作，开始来
生活就对啦吼。迄我想着讲吼，事实吼，咱明年台南要纪念开市吼400年，就是对即个荷兰人吼入来台湾开始吼。荷兰人你知影，伊来台湾才38冬，就互郑成功带军队来对鹿耳门登陆，就甲荷兰人赶走嘛吼。咱知影讲郑成功入来台南无几冬就过身去是互伊的囝郑经来带遮个对厦门带来遮个伊的军队伫即个所在。后来因知影讲吼。要反清复明已经无机会无气力所以因就亲像约书亚安尼啦，甲遮个军队拢分散。咱台南用台南做中心，高雄嘛有咱嘉义遮地区即个嘉南平原，就分散土地，互因去耕作。迄有点亲像当时约书亚安尼，大家因为无战争嘛，你嘛爱生存爱食饭爱种作吼。所以咱知影讲，台南有真侪地名拢甲当时的遮个军队去驻扎徛起有关系，亲像新营、下营、柳营、什么营，迄拢是当时的军队的名称嘛。咱知高雄吼，也有左营，阁有右昌，迄拢是当时郑成功的时代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军师叫做陈英华，迄阵就引进迄个朴盐啦，朴盐，咱台南地区七股逐位迄个朴盐足出名，高雄嘛几若位安尼，因为无个战争一定都爱生存，毋过嘛造成安怎呢？造成迄个时阵，规个台南平原咱真侪人的祖先就是西拉雅族啦，西拉雅族，都突然间一大队军队来因要种作咱遮个祖先要安怎？不得已就搬去山区啦，好土地拢互占了去搬去山区去。迄阵迄个船会当驶到盐行呢，盐行迄溪流会当驶到盐行咱认得即个所在有一个湖，一个陂呢，伫迄个关庙遐嘛拢是，意思讲沧海桑田，嘛看去讲，逐位所在拢伫遐咧耕作即个时阵对约书亚甲伊的百姓，就是大概即款状况啦。但是有时成功也是讲安稳，嘛变做一个新的条件，成功甲安稳。有时是一个新的失败的开始，咱拢知影历史拢定安尼讲。约书亚伊过身以色列人因欠缺一个强国有力的领导者，所以就咱看见讲圣经讲进入到士师的时期，士师就是无一个固定的领导者，是上帝兴起某一个领导者定来换定来叮当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并圣经伫即个士师记第1章记载讲，伊并无完全照上帝意思啦，甲遐个外族外邦会搅扰的，甲伊清恶清去，甲伊赶互清去，安怎呢？迦南地原来的住民还佫留伫遐，所以1章28节讲，以色列人强盛了后，因强迫迦南人服苦役啦，但是无甲因完全赶走。这是士师记1章28节所记载，尼什么意思呢？迄拢常常有矛盾。当然，若是照今仔日的即个文化甲即个种族领土，嘛是真侪的无共款的观念啦。但是伫早期迄个时代，因就是感觉讲，即个地是阮应允的，所以遮个外族拢爱离开无像咱现在讲多元文化咱迎接新住民迄观念拢无共款。总是若照圣经所讲，因为遮个留伫遐的人，文化影响因，习俗会影响因，宗教嘛影响遮以色列百姓。遮以色列百姓是安尼因佫要留因加一个人加食一喙饭，敢毋是？因为因贪着遮个廉价劳工。
所以当人有贪念，你想讲这阵人就阮拍败的就做阮的劳力啊、苦劳啊，要做事，要搬物件，拢爱人人力呢。后来这阵甲留落来，留落来就造成士师记开始所记载，在历史上以色列百姓因一摆搁一摆离开上帝。这个故事的前因是安尼，咱若搁来读60到90，伊安尼记载讲约瑟亚过身啦，约书亚讲这个我也无删掉，讲约书亚解散以色列人，因就倒去家己本地的家业，占领遐的土地，就分散嘛，无搁有军队的组织啊，就对。约书亚活地时，人民服侍上主，哇，这个领导者真有威严呐，伊安尼，咱就照安尼做啊，都爱服侍上帝啊。但是安怎呢？哇，无拍算，无3日的好光景啦。伊死了后，遐个亲目看到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伟大的事的长老也活地是讲，因还阁敬拜上帝，就是当时这大佬也伫咧换盘的时阵，乖乖啊服侍上主。但是80记载讲，上主的仆人论的囝约书亚死，享年110岁。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的山区加实山北边的丁拿西列，伊本地的土地安尼，就是约书亚去葬伫家己照分配的土地，伫迄个以法莲的山区。好，咱拢知影约书亚这本册最后一句真出名的话，就是约书亚甲这百姓约法3章，伊唔敢真要求表示讲伊嘛知影讲这百姓过来唔知拄到什么情节，伊唔知，伊是用家己做模范。伊安怎讲？讲轮到我甲我的家，我决定要服侍耶和华。伊唔敢讲恁大家要，表示讲伊知影这个人伫出埃及歹记录足多啊，歹记录真多对无莫怪互摩西气甲，互摩西也袂当入迦南地，敢毋是？迄代的人，因为违背上帝。无照上帝的教示，拢死伫旷野。所以约书亚伫伊临终的时阵，上大一个心愿就是讲，轮到我甲我的家，我决定要服侍耶和华。但即句话无完全实现啦。以色列人死后的以色列人就是伫约书亚死后，即个信仰状态是安尼。就是咱对第60到15节所记载。第一，约书亚在世的时阵，咱都有讲了到伊死后，遐经历基督的长老伫地面上的时阵，以色列人悠然侍奉上主，意思是表面上的遵从了啦。到这时代伫遮，咱哪会敢后壁来搞怪？唔通误解安尼尔，就是种表面上的顺从，但是当然咱知影内部就是拄则咱讲的，受到利益的引诱，受到异邦文化影响，当然佫是宗教的影响，特别是甲因同婚，即异邦的同婚。所以第2项就讲，以色列的下一代唔知上主为以色列人百姓所做一切事，后来就得罪上主，开始拜巴力。这是咱第10节到15节这段经文所记载。我唔知上主，安尼什么事？都无用做事，无用趁钱啊！哎呀，迄上帝的代志，千万只讲的啊！出埃及，伫埃及的所在的苦难，无用通讲啦，有用则讲。都无用事业，无用拍拼，无用开垦，无用耕作嘛。所以讲唔知上主为因一切所做的事。以色列人真够讲故事呢，竟然伫迄个分派土地、分派产业，逐个人有地有土有家己做主人的时阵，煞袂记咧上帝啊！伫埃及做奴隶，苦甲无一块好的因都阁会乖乖咧，无想讲已经安稳落来，煞毋知影上主为着因所做的，
所以安怎得罪上主？记载讲开始拜巴力，咱知影巴力就是迦南地遐神呐，遐生产的神吼，啊个女神叫做阿斯塔略安尼。圣经记载讲，因离开上主去拜别的神，因为安尼上主以色列发烈怒，这是中文的吼中文的这个经节吼。上帝安怎发烈怒？就是讲上帝安怎生气？生气毋是小小生气哦，迄是转伊转到迄种生气就对啦。气着啊，安尼上帝气着，烈怒就是讲气甲毋知人诶，啊上帝安怎生气？第一，甲以色列人交互四周围诶对敌，互因袂当阁抵抗敌人，互因袂当阁抵抗敌人。哇，安尼实在是真凄惨咧！咱的即个大纲内底减一字啦安尼意思都毋对去啊，互因袂当阁再抵抗敌人安尼。上帝互对敌较赢就对啦。所以上帝咧教示人迄毋但是教示你是互对敌比你较勇。第二，以色列人每一届出战，上主拢对着因哇。原来是敬畏上帝一群人上帝对付伊啦，这是实在是真可怕呢。当你若违背上帝，上帝要对付你你较拍拼无效啦。你想讲我实力都有啊，较早要入迦南地势如破竹安尼，攻打爱城，攻打耶利哥下叫哇，这声上帝甲因对敌啦，讲安怎因遭受到极大的苦难，史书记就是安尼来。这群人哇，原来是安尼，足风光啊！啊，行路有风啊，即届煞哇，较早拍输的对敌，过来赢咱啊！因为上帝甲因对敌，迄实在是真可怕。你有想到讲，有一天竟然上帝要对敌我？你还阁毋知啦，毋知惨就对啦吼。这是以色列百姓，所以咱若是安尼甲分析起来，咱迄个以色列人有三代信仰，但是一代毋是讲我的囝我的孙啦，大概是用迄个年过的意思吼。第一代百姓是啥物？受埃及人的侮辱，欺负凌辱，摩西就带因出来去嘛，因正伫旷野操练信仰。安尼倒来阁爬起来，倒来阁爬起来安尼，但是因知影讲因到尾幸福啊嘛，上帝伫迦南地甲因凝住，伫迄个旷野甲因凝住因的信心信仰，但是因已经得罪主，上帝讲恁一个人拢袂当入，无一个人会当入去，看若即个约书亚。好，安尼不得已因就将5万甲以上传予下一代，这是第一代百姓的经历啦第二代百姓是啥物？伫旷野出世的，上囡仔时代对父母出来，因对父母做伙经历遐艰苦，食玛纳食盐吞无有水住布棚看云条火条过日的，但是因持守着这款的信心，这群人对约书亚征战进入迦南地，而且最后是成功上帝应允，因入去迦南地有得到产业安尼毋是拍拼了有事业对毋对？已经有因家己属于家己的一个份业嘛。若照圣经的记载，第三代百姓是啥物？因伫安逸幸福的时阵毋捌经过上帝新约基础因为都靠家己有法的伫迄所在生活。受到迦南异文化的影响，搁甲异族通婚，拢有这路财通找家，也免伤拍拼、伤努力，也免欠讲下一顿无通食，所以渐渐世俗化，拜偶像得罪上帝。这是照故事的这个一站一站所引起的。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士师记。这个故事就是安那，以色列人三部曲啦。第一是安稳就开始放松违背离开上帝。
上帝就派对敌迦南人来甲拍，拍啊，大家安尼走袂当走闪，赶紧来祈祷上帝啊，赦免我怜悯啊，就悔改啊吼，悔改了，上帝讲来派这个士师来带，就过来甲这对敌征战，哇，拍赢，哇，就圣经讲，互因有一段和平的时期啦，安稳的时期。阮了毋着爱细字警醒对毋对？哇，久因阁袂记啊，因阁烂去啊，因阁变大去啊，因阁又阁安尼。无要敬畏上帝啊！所以迄故事是一轮过一轮啦，一再重复，历史一直重复，史书记就是安尼嘛。当遐尼姊妹，咱对这个故事有啥物警醒？咱毋是讲干那讲这段故事，是咱要讲咱家己，咱的信仰传承会拄着即款的危机也袂？咱是毋是有注意注意？看到以色列人因的警示、因的境界，也是以色列人因的命运，咱要安怎闪开这个信仰有断去迄种的危机啦吼。所以，我需要甲咱三甲思考这个主题，是永续的信仰传承，是一个会当超越第三代的信仰。像是为咱台湾社会俗语拢真清楚。咱定讲一句话，什么啊？好嘢安怎？好嘢袂过三代，迄毋是咧讲咒诅哦，迄是差不多讲100个个案吼，大概70-80个拢安尼啦。是安那会安尼？迄可是就命运是毋是？吼，也是一个咒语安尼讲人咒诅，毋是啦。迄事实是人性所引起的。咱历史甲归纳，看这好嘢后来演变，一个故事，一个做你就做起来，你就知影原来有这款代志发生。所以台湾人的家族的财富的轨迹，事实甲基督徒的信仰传承有点类似的所在，就亲像以色列百姓三代，就是人的罪、人性，甲咱人的软弱。毋是咱袂晓得啦，是伫迄个环境的中间慢慢所演变造成的。台湾人有即款的俗语，毋是无原因的吼。所以兄弟姊妹，咱较有老辈的兄弟，你会听过一句台湾基督徒的警语啦、警语吼。警语安怎写？讲一代清，二代明，三代无无明。4代你请我无用，5代安怎？插头红啊满厝经。这吼有的人是加念3代尔啦，这个较详细吼，讲变5代去啊吼。但是就是讲，伊咧讲起着基督徒有一款的演变的轨迹乱入。这个甲以色列百姓。因即款三代的信仰有迄个类似的所在，要怎类似呢？咱对真侪的兄弟姊妹家己的经历，也是亲人的经历，咱基督徒的经历，你就知影讲有即款的困难伫咧，有即款的困难伫咧。这困难的意思就是讲，当咱真顺遂行通的时阵，咱袂记得，互咱的下一代去经历着上帝。像以色列百姓讲，因无看到上帝所行的神迹奇事。咱做一个基督徒，上容易安尼有一款的习惯，就是讲，明明这信仰都真好，你哪无爱去教会啊？安尼，咱感觉理所当然，但是咱的子孙、咱的下一代无感觉。当你甲带来，伊对你来，但是当伊有一天伊的兴趣无共的时阵，伊无去感受，就讲。阮一大人带我来教会是要创啥？所以关键伫倒位？关键伫伊无去亲自经历着圣神的同在，无去经历着上帝行神迹奇事迄款的快乐，所以伊只不过甲这当作一个好耍的所在，一个唱歌闹热的所在。但是当伊的兴趣、伊的个性改变，伊无有任何
若讲迄个诡计啦吼，也是讲任何的影响去影响到伊，因为伊感动无着。啊，所以讲到这，咱嘛毋通讲，好像我影响无着，啊，就感觉足见识，毋是啦。是咱来谦卑求上帝，讲上帝啊，到底什么款的方法，什么款的做法，才是会当，互这款信仰的永续传承吼，袂亲像以色列百姓安尼，拄到这款的困扰。我伫高雄的顺德牧会吼，定来发生有这款类似的状况，就是讲有一天这个家庭的长辈80-90岁啊，过身啊，这囝儿孙就出面啊，因为从拢毋捌看过。教会就甲因安尼招魂啊，甲服侍吼，互迄个丧礼拢足好势、足顺遂。这囝儿时阵咧感动着讲，哎哟，较早吼，阮士大人伫教会拢互恁照顾，阮改成信仰吼拢无照规矩、照认真啦。所以迄阵就照这地丧的这同工就甲伊鼓励讲，你著爱过来教会。你看恁士大人吼，伫教会上帝偌听伊的，你即马拢无看到，爱来啦。有诶会阁恢复起来，阁开始倒来聚会。无一段段离开，拢无看到哦。就要丧礼啊，爱出面啊，爱教会帮忙啊。所以咱毋通有一种家己的一种安尼感觉，对家己的一种压力，讲好亲像我要甲我的子孙带来主面前，有时毋是用咱理所当然的办法，就亲像圣经所讲的，你爱互上帝来指导你的囝儿。所以咱今日课题是讲，毋是我厉害无厉害，我搞无搞啦，是我安怎带我的囝儿4岁，我的后代来互上帝来教。这是迄个关键。咱爱避免着讲我就感觉理所当然，你应该就安尼啦。这也是为何吼？咱有时伫教会界咧讲一项话，就是讲，有诶吼，迄牧师囝吼，无爱来教会，你敢知？牧师囝，迄叫做 PK 啦。是安怎安尼？就是伊有可能伫教会中间看到伊的老爸的服侍，也是讲看到会友的互动，伊感觉讲对即个团体无有吸引力，伊无去经历上帝，伊是经历了人负面的，所以伊信仰怎受影响，这真多哦。包括迄个早前真侪出名的迄个名人啊、作家，有的是教会家庭出身的，到尾离开上帝。所以，互伊就君子，毋是咱人的亏力，是你爱用祈祷，互伊受上帝的教导。这是今仔日咱这圣经的要紧的点伫遮。超越第3大圣经是亲像以赛亚书54章13节，讲我要亲自教导你的人民，使因欢迎甲平安。迄个台语就是讲，你的囝儿会拢受上主的教导，你的子孙拢会平安欢迎。安尼意思是讲，咱来制造，也是讲营造迄个环境，互伊亲自互上帝来教导。士大人的教导是真要紧，无毋对，但是你安怎分别伊去经历了上帝，这点较重要。毋是用家己的办法。咱知影讲，咱愈压吼，愈要求愈骂，颠倒咱的囡仔无一定要听你的。第二，经文安尼讲，前面19章18节讲，趁儿女要年幼通教的时，应即时管教，毋通过激，就讲过头啦，递到毁灭因。白话字圣经讲，趁要望着管教家己的囝，毋过毋通过头煞甲伊害死啊！即句话真有意思呢。讲你著爱亲像照即个囡仔的性，有的是较硬性，有的较软性，有的食补，有的食要求，你著爱会晓管教。但是有一句话讲，毋通过头啦。过头就想要迄个竹啊，你甲拗了伤紧，支去啊，煞害着伊。真侪人是因为无爱来教会，是因为讲
都是大人对我安尼，我都无爱去，我条工无爱去，互你看安尼，吼，捌听着安尼吼。啊，这咱拢互相咧检讨啦，毋是讲啥物人较高，因为咱无有专能的啦，啊，毋则都爱思考这话题。咱安怎照咱囝儿的事随个性，互伊去经历主，经历着圣神，这是咱今仔日这上个重要的主题。搁第三个经节讲，教养儿童，行着爱行的路，教老就无偏离。台语的圣经讲，教导囡仔行合宜的路，伊到老拢袂歪错，行合宜的路。兄弟姊妹，你让一世人陪行路无？无嘛，你爱指导方向，互伊家己讲，这条路是对的，我家己要行。后摆是你咧甲再见啊！你头前行，我袂赴行。你要互子孙家己行嘛，行一条正确的道路，啊，就是伊家己选择嘛，伊家己感觉对的路嘛。啊，你用甲勉强的，伊讲我偏偏啊无爱行，你讲东我要爱西咧。啊，这是咱教导囝儿，也是讲下一代上大的课题啦。哦，你若讲照一个规矩，照一个模式，啊，照安尼做就会成功，咱就无遐侪头疼艰苦的父母啊，敢毋是？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谦卑讲主啊，我做事大人，我开力无够，求圣神亲自教导我。毋是咱先教导囝儿哦，是上帝先教导我，安怎影响我的囝儿事岁。兄弟姊妹，有迄个真清楚的故事，咧甲咱讲即款蒙福的子孙、义人的脚步即款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人可能捌伫网络看过，就是讲一个义人的脚步，子孙蒙福。美国伫18世纪一个出名的牧师叫做爱德华兹啦，吼 ，Edwards， 啊，伊是出名的神学家，也是真后传福音讲道吼。伊讲有一天拄到一个好野人，叫做 Duke， 就是主克士，吼，有人甲翻译做主克士。啊，伊是讲哦，这个人吼。真有钱吼，啊，能力真好，啊，拿来信耶稣，毋知要偌好诶。所以呢，伊就伫圣诞节，甲主克士宣讲耶稣降生的意义，讲啊来哦，吼来信耶稣哦，你一定爱恩典搁加添吼，你都物质财富拢足好啊，那信耶稣毋是搁较好吗？吼，安尼伊就是安尼足热心要甲传福音啦吼，这叫做爱德华兹吼，啊是出名的神学家。但是你想讲，迄个主克士安怎甲回答？即个好野人安怎甲回答？伊讲哦，你去信你的上帝啦，我一切拢我家己赚来的吼，我一世人绝对袂信上帝安尼，吼，足有自信的就对。啊，而且吼，伊清楚讲哦，讲毋但我袂信吼，我连我子孙嘛无要信上，无要信你的上帝哦，骄傲到即个程度了。伊感觉讲。成功拢是我拍拼来的，什么人会当抵挡我？啊，所以甲即个爱德华兹吼，安尼应该互伊安尼无面子去，安尼就对啦吼。啊，就安尼，应该是即个爱德华兹伫伊的记录，也是伫伊日记，也是伊的册内底有捌写起讲，我捌甲什么人传福音，啊，可惜伊就安尼甲我印，伊捌安尼写，毋才会有才会话留落来吼。而且话留落按照代志过暗，哎，一代一代过去吼。迄有个大学教授都安尼，毋是讲无聊啊，都趣味啊，讲研究家族的历史啦。伊就甲爱德华兹即个牧师，啊，佮即个主克士，即两个家庭吼，啊，因为美国因历史记载拢足完整，家族的历史足完整，就开始研究，研究出即个现象啦。伊讲即个爱德华兹即个牧师的家庭吼，因为有信仰的传承，伊咧后辈。后后会受祝福，有子孙300个传道人、神学家，100个教授，吼，30个法官，60个医生，14个大学校长，3位国会议员，以及1位美国副总统。啊，这历史都安尼100-200档传落来吼，啊，这历史伊拢甲一个甲吹出来，啊，甲记录起来就对啦。哦，啊，这个教授嘛，真趣味安尼，遐骨力去搜查这个历史，但是伊搁查，伊讲安尼，伊当初是找到一个主克士，我来研究看嘛，这主克士
伊讲无要信你的上帝，到底是安怎吼？啊，就看伊的家族，真正安尼啦。讲即个家族吼，无信仰道德，啊，一代不如一代。后代有310个是罗马，440位患着迄个太过病，就是垃圾病啊。130位捌世加13人以上，7个犯着谋杀案，100个酒徒，60个职业的贼仔，190位是做妓女，差不多20位做生意人。啊，这是一个事实的调查，当然应该是有迄个隐私啦，袂使伤明显吼。啊，所以无即个主客室的上啦，嘛有可能即个主客室的名是用一个代名吼，啊无讲出来，子孙就要抗议啊咧吼。但伊是要研究讲，一个有信仰传承的家族，甲一个无，啊原来即个人是生意人、好业人呢，啊靠伊的气力所赚的钱财骄傲，但是伊讲无要信上帝，伊变做即个家族的传承是安尼。啊，即个牧师的家庭，因为伊要求着信仰的传承，伊的家族受祝福。啊，伊是要用即个事实来讲，毋是要讲什么理论啦吼。啊，事实咱台湾嘛有一个家族，就是即个高中伯的家族，高中吼，就是高俊明牧师的阿公即个家族。高俊明牧师前几冬才过身啦吼。高俊明牧师的家族是台湾第一位传道人，叫做高中吼。咱讲叫高中伯啊，因为迄阵虽然有做传道人，啊，毋是有够资格做牧师啦吼。啊，伊28岁时来台湾，来咱台南府城吼，要找阿姐，看会当找到一个头路无吼。啊，毋过吼，可能也无资本啦，啊，气力嘛无够，所以做生意拢安尼了安尼。啊，想讲要去到迄庙啊吼，咱知中西区一大堆庙啊，吼要去拜看会当求运道要解无安尼啦。啊，毋过无拍算讲，伫迄中间有听到人咧传番仔教，番仔教就是基督教。该传啦吼，传讲上帝是真哦，人就爱拜伊啦。上帝都找着伊啊，伊感动讲有影，我拜写神明拜甲安尼也无啥物出脱啊，我要来拜上帝安尼，伊才来归信主。啊，所以是头一批伫咱台湾受洗的一个吼，而且是后来个来对宣教师啊来做传道理吼。这高中伯后来做传道人，伫1868年吼，伊伫鼻头就是凤山这个所在，伫遐咧徛教会就对啦。哇，受到迄个当时吼，迄在地的人哦，足排斥的啊，所以来攻击即间迄阵叫做鼻头教会。哇，甲伊踢去啊，规间厝踢了，啊，靠官府佫甲伊讲伊是安尼犯什物罪，啊，掠去关，佫互拍。啊，信徒受迫害，伊互关50天啦。后来是好佳哉有宣教师出面讲，人伊是替我做代志，啊你甲人黑白抓、黑白关，哪会使？啊不得已吼，清朝政府煞放人安尼呢，啊佫有赔钱的款。啊，这高俊牧师后来伊咧做见证，伊讲这高中传道吼，伊的子孙1000外人啦，啊伫伊咧做见证的时阵，差不多佫剩800个，伊是带倒位的负责人，就是带严情，咱的青少年党几礼拜前去严正教会做灵修吼，查灵营，有一个叫做朱英啦吼，带一个朱英做太太安尼。他这个话讲的意思讲，高中伯就是一个平凡搁再平凡的一个普通人嘛，吼啊都工课无顺遂啊，趁钱失败的人啊，但是伊信主哦，伊照主的教示，带一位信主的妇女，啊，然后伊子孙安怎演变？高中伯有5个囝儿，2位正做牧师，3位做医生，吼。20个查甫孙，有30位是企业家、甲工程师，5位是牧师，包括高春明牧师，有12位医生。中间有一个出名的，即个高天成，吼，是捌做过台医学院的院长，做过医学院的院长。第4代的后裔，几啊百人啊啦吼，啊，其人才济济，真侪牧师、医生、教授、甲专业人士。其中有一个是伫美国，伊是做一个新国资源为基督的协会，即个高
高丽丽。咱这个名可能咱嘛唔捌啊吼。伊高丽丽就是咱足侪兄这个读直本标杆迄本册翻译者，伊间接吼带来一个咱台湾的迄个教会复兴的一个催生的，就是高中毕业后辈伊所翻译的册真对咱教会界真大的帮助安尼。但咱要讲这个，毋是咧凸显讲哇因兜偌好，是咧分析讲高中毕业对长山来吼人讲像咧罗汉脚安尼就干那伊接受主，然后欢喜军队主。伊娶的妇人人嘛是一个普通的严情的查某囡仔，但是上帝恩典甲祝福倒来，子孙是有即款。咱会使讲顶落教会大家族中间是高金牧师的家族，兄弟姊妹。我咧讲，有时咱会感觉讲我的囝儿4岁，还是我的亲人吼，咱会无要像我安尼遐虔诚信主，咱毋通有即款的自责感，咱来赶紧甲主讲主啊！我求你，互我会当照你的话，互我的上听的亲人来互上帝所来指导。这是咱会当做的，就是营造迄个环境，用家己的行为来做见证，毋是用你的权力甲威逼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咱要努力，甲拄则咱讲台湾教会的迄个俗语吼，甲改变，改变做甚物呢？咱改变做这吼，咱大家来努力拍拼，吼，咱一句一句对牧师来读好无？咱新的信用宣言，来1代清，2代明，3代认真读圣经，4代儿子圣神大运行，5代兴起教会大复兴。咱要拍破迄个好业袂过3代迄款旧语啦。咱知影讲洛克菲勒美国迄个较早上好业的，伊安怎甲伊的信用传互伊的囝儿？伊咧写批互伊囝儿，毋但教伊安怎趁钱啦，伊是教伊安怎信主。我嘛讲兄弟姊妹，咱大家有一个属灵的氛围，就是讲。我要安怎互我的子孙活伫上帝恩典的道路？讲一生拢无偏差，这是咱每一个做父母上大的期待，敢毋是？你毋但是要互伊伫事业、伫工作成功，你是爱伫信仰来成功。安尼伊一生就行伫你放心的道路，无搁偏差的道路。感谢主，愿上帝会祝福这个永续的信仰传承，拢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咱即时要来吟圣诗，准备要来进行咱的这个中保大道的册牌吼。首圣诗伫咱周报内底有，咱也伫这个投影吼，心目主坚固吼。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吼，第1节甲第4节吟的中间。咱第1场礼拜，你有报名要参与伫中保大道的兄弟，咱伫咱的这个队长会带领下面，咱会徛来头前吼，1排也好，2排也好，咱也若吟，也若开始组织。咱第2阶段就要邀请公giáo执事夫妇来做这个新的小组长的册牌，咱即时来吟诗。这吟诗慢慢出来吼，心望主坚固，就是上罪耶稣，求主上帝，求你听我中保大道车台，罪恶世千高无，好我欢喜。我可归恩上。第2节，煞第2节好，第2节来第2节。等我信心能加心，
我休息，我愿深深听你热声宣传，追陪。来唱第4节，第4节。人生那么快无，要无楼顶楼骹有参加咱的中保大道的同工，咱伫头前要来做一款的宣告甲车牌。主迄是保庇，无个惊遐妖异，灵魂烧烧上天，甲主永光。阿门。咱即位感谢主，咱即期的即个中保大道的同工有新的，嘛有即个长期直接服侍的同工吼。我昨有看到咱其中一位新报名的姊妹吼来教会，伊讲牧师啊，我袂晓入去安尼，我安尼也袂晓入去。伊讲我著报名新的啦吼，第一天9月初1啦，吼第一届啦吼，伊讲我毋知要哪入去，咱干事赶紧甲伊带去安怎教伊安尼，表示讲伊足尽职，虽然新的，但是我就照我第一期拜六就爱来参加，所以表示伊有一款的较无的心，真感动人吼。咱的同工要服侍，就是对9月到12月，这段时间拄好是咱教会即个福音季啦，福音季，所以这个同工拢要为着咱大家一个福音事工无共款的事工来代祷，为着个人来代祷，所以因毋是只干1点钟奉献了主，因是祈祷的勇士，为着做事来献就祈祷。愿主甲因三甲地的，即时也要请恁手摕着有一张纸条，也是看银幕吼，咱要有一个车派礼的祈祷词吼。当你讲我的时阵吼，顺念家己的名，就刷接落去，一句一句来读吼。来中保大道祝福车派礼，第一，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甲车派，忠诚委身伫教会中保大道事工。我愿意遵守中保祈祷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祈祷的责任甲使命。有关伫大祷室，逐项教会事工甲个人的大祷事项，我愿意逐人拢保守秘密。愿上帝甲我伫地，也垂听我的祈祷。阿免。咱除了伫现场吼，今日咱因为讲。到风台嘛，有的兄弟可能无方便来，你若有伫线顶，会员照这个文字吼，你家己来做祈祷吼，来做祈祷。即时牧师来为着这个大祷的勇士来做大祷甲祝福。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予阮伫教会中间看重祈祷的要紧，所以阮已经举行47期，一期4个月，甚至有的。延续半冬，也是8个月的中保大道事工。感谢主，一直有遮尔多的兄弟欢喜甲主相契约，一礼拜1点钟，甚至2点钟，无论透早也是阴暗，来到伫祈祷室。主啊，这毋是一个制度哪定，这毋是一个仪式哪定，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所以。阮确信，当阮行入去祈祷室，圣神你就特别的同在，要听阮伫你的面前祈祷的声，因为你看重遐专心追求你的人，所以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祈祷勇士，因人伫生活上无用伫家己的家庭、事业、工作出入，总是甲1点钟来到伫祈祷室，要为着众人，为着教会。来代祷，主啊，因毋若是祈祷的勇士，因更加是对主所领受到一个恩典的记号，甲对主恳求祝福的一位同工。求上帝赏赐予因平常伫咧出入有上帝你的看顾，
特别伫参与祈祷的时间，互因无受到阻挡，互因当顺势到伫主你的面前。当因坐落伫祈祷室的时阵，主你圣神的热扎甲保护，主你应允就临到伫因的祈祷。感谢主，奉你的名来祝福，无论伫现场还是伫线顶，阮有报名参加的勇士，愿你继续带领，互阮福阳教会，因为有即个祈祷的扶持，主你的恩典祝福，你的引带甲保守就永远甲阮同在。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也祝福每一位无伫祈祷室，总是伫别个所在做伙咧同心祈祷的兄弟姊妹。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请向后转一个好无？咱请有同工，搁迄场上做一个留念啦吼，有无？好来，咱甲因拍拍鼓励一下好无？多谢，咱有手机翕啊，就会留一个影像就好吼。好，请回座，请回座。咱若要请黄光耀执事甲陈玲玲执事夫妇来到头前吼，来到头前，恁要来做一个车牌，请你来到头前。咱教会鼓励小组吼，鼓励小组，咱真毋甘吼伫无偌久以前，咱的小组长就是咱的主成长了吼。上帝用特别的方式带伊离开啦，到天顶。因即个小组吼，大家安尼勇敢，大家佫继续组织，讲咱袂使互即个小组散去。所以大家就讲吹啦，讲吹吼，讲咱的黄光耀执事夫妇吼，安尼足热心真够鼓励靠遮个小组员吼，所以鼓励小组今仔日因讲大家烧酒来第一场礼拜，要来甲光耀执事夫妇来祝福吼。好，即阵吼咱有即个请来看迄谢牧师来。咱以往吼，小组长拢是夫妇啦吼，若是有结婚的夫妇，拢做伙服侍，但是由一个人做代表就对啦吼。即时我来问恁两个人做伙来应吼，讲有安尼就使吼。黄光耀执事、陈玲玲执事，恁要领受小组长的这份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点名无？感谢主。你要领受所交托的这份，就我国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无？感谢主，这时我来做宣告。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同会官兵，设立恁成做本会这个以赛亚牧区这个鼓励小组的小组长。就谨慎恁的行做举止，常常关心这的事，尽力为主来做工，来荣耀上帝。阿免。这是咱来做祈祷，咱也请咱的小组讲有同工要特别来头前来甲因祝福啦吼。咱祈祷了后，咱请恁准备。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伫这众年的小组中间有以赛亚牧区，因诚做上帝你上美好的同工。伫遮有年纪、遮壮年的兄弟中间，栽培因的信仰，关心因。但阮感谢主，伫鼓励小组有黄光耀执事、陈玲玲执事，因欢喜来承接这个重大的职务。因平常时真热诚，来招呼遮个小组员，也骨力伫教会服侍。阮确信这是你美好的旨意，但求你保守，互因服侍主哪甘甜。服侍主哪有智慧甲气力，互因所做的事拢一尽行通，也互因诚侪好的模范引带，搁较侪小组员伫信仰得着徛在起坐，也伫服侍主搁较大的气力。伫你面前，阮为着因来祝福祈祷，愿上帝恩甲因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请向后站一个好无？咱有在座的长老到头前来，请谢牧师要烫张车牌，咱长老来甲因做一个握手啦吼。咱有同工要来献花，是毋是？敢是？要甲因祝福，有无？咱头前迄张上好来。
感谢主哈！原来阁有另外一个小组是咱的这个基甸牧区啦吼，基甸牧区的这个基顺吼，基顺小组咱的正正吼，拄啊9月开始要去咱的这个新人医读册啊吼，有邀请到正尧弟兄吼来接棒，但是因怎喜事啦吼，伊的太太吼，拄啊顶礼拜生查某囝，爱惊讲就任若做无好势。惊有较有迄个负担啊，所以暂时做代理的尔吼，就无车牌。咱明年初若有适合才来适当的人，也是讲伊本身会当正式就任安尼吼。咱嘛真多谢咱的正正吼，安尼担任一两档的即个小组，你甲鼓励拍拍一个好无好？要读册啊吼，感谢主。好，这是咱来做奉献甲报告。奉献，咱即时来甘心奉献。咱请会众起立，来唱着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咱这时阵，咱先来谈本个月经过，咱来看到咱的周报主要企业，咱做伙来谈两遍。一开始要着挂入多多万事用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将咱所求的摆伫上帝。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咱搁一解。要伫挂入万事用着祈祷、恳求甲感谢，拢将所安排。上帝。咱看到周报的第2页，咱后尾摆主类是终结执事跟戴婉如执事，咱看到咱的第4页具体交通。咱本会消息，今日9月初3举行中岛大宝事工的彩排礼，咱第一摆堂结束10点半，会当前往咱的1楼的大教室来做一盒咱的团长要来做这个说明。第2点，本主日9月初3总会普世事工纪念主日，咱请兄弟会当为着普世事工来做关心和代祷。第3点，本会小会新定推进每年的中职的改选，10月27要召开临时后会会员举行轮休的这个改选。咱第4点，本会伫后尾摆9月初10举行第5期的幸福小组的祝福的彩排礼。第
第五，咱的第二期的奖学金的申请，29月初10来做截止，哦，29月就是来做这个颁发。其他的消息跟报告，佮无区的中中会，咱请会友咱这边遮家己来看。而咱的第8页的风险，若是有出入的部分，咱来找咱的财务部来做更正。咱最后再看牧师来做后壁做补充报告。即位咱真感谢主吼，咱今仔日吼虽然是风台啦吼，但是咱有一对夫妇来咱遮做礼拜，是咱的王进财牧师，有伫遮无？进财牧师，哎，伫遮欢迎你。进财牧师欢迎恁。好，请坐吼。王进财牧师是我的同学啦吼，毋过伊较后做兵加做一档，煞比我较慢毕业吼。伊伫咱现在伫新人院吼，咧做足好的即个咱院长的协助，来做教界的协调公关的工作吼。因本身有站伫迄个温哥华吼牧会遐，对国外有真好的牧养吼。真多谢因今仔日吼风台天来参加咱教会聚会吼。愿主保守祝福，互因伫即个新人院的服侍拢真水的工吼。我来做一个补充啦吼，头一项就是讲，咱周报内底有报告着咱的即个中级的候选的名单。其实咱小会吼，经过即个审查，经过征求做审核了后公告的名单吼。咱提早公告是要互遮个同工有备万心，咱若请兄弟慢慢才认捌。咱伫10月27准备要来做选举哦吼。咱到月底会公告一个即个候选的名单甲相片，互咱认捌安尼。第二是本来今仔日下晡啦吼，有要举办即个幸福小组一个激励会，但是咱听讲风台吼，下晡会愈严重，所以咱就暂停吼。咱利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总是咱感谢主，咱周报内底有报告，有5个小组要运作吼。但是咱伫即几工有2个小组，佫准备要来启动，等于有加2位，就7组啦吼。其中一组是咱的只愿幸福，就是咱的即个自然小组长因筹备的。佫另外我有听见咱的即个拄则，咱拄好车牌的即个鼓励小组吼，因嘛想讲，去年有办吼，想讲今年毋通停，要佫来筹备。因遐咧筹备中啦，咱毋通甲互因压力吼。若成功，咱得后礼拜请咱即7个小组的小组长、副长，佫咱遮同工，有哪像拄则咱的即个中保大道吼来头前吼，咱做伙来车牌，做一个宣告就对啦吼。感谢主吼。好佫来补充就是讲，咱周报内底吼2个小小的消息来报告一下。第一个是风台的消息吼，昨暗政府就讲，市政府讲咱今仔日要停班停课吼。咱即马大家足规矩的吼，因为政府公告咱该照安尼做咧。但是咱若照阮即个年纪的是讲，风台是风台吼，咱敬拜上帝无咧风台就对啦。所以咱问小会讲好，咱早起吼，照咱的经验吼，风台无遐紧啦。伊都毋是咧坐高速的个吼，所以应该早起也无啥代志，咱就讲好正常举行。但是若较远路，行雨袂当来，咱就线顶安尼。所以你若看照即个风台吼，到要暗开始会接触到台东啊。毋知会落南袂毋知。若照即个路线，有可能明仔载吼会对咱台南出来。所以即届大家真正爱细致吼，毋通咧放话讲无代志啊。咱所以厝呢，若有啥物所在爱排水的啦吼，有个铁厝铁片的迄哦，迄按摩好哦。牧师的故乡平湖7米顶逝风台阮兜的迄车库拢现了了。即摆因佫要对遮来吼，大家足烦恼啦吼。总共咱求上帝保守，互咱安尼平安度过哦吼。所以咱下晡转去今仔日咱爱餐继续照常食饱饱咱转去，开始来款安尼吼。咱下晡的迄个幸福小组的即个勉励会就暂停，咱后壁用别的方式来进行啦吼。
拢总已经1471天无来啊吼，所以大家感觉怪怪吼，要来嘛惊惊就对啦吼，请大家台倒吼，真正唔通看轻哦，爱细致，有可能明仔载搁停班停课啦，我来要吼，大家细致，唔通想讲我要放台风假要来看电影，家庭顾好较要紧啦吼。好，搁来一个嘛袂歹，咱教会吼，即摆公报社有举办搁第2种手操啊吼。咱教会有一个小组吼，迄个雅比斯小组吼，拢报名去参加呢吼，拢有丢名单就对啦吼。伊这是抄迄个圣法兰西斯的迄个做和平之子的祈祷文啦吼。咱教会哇17名吼，17名咱有公布出来哦吼，拢是富强教会雅比斯小组的吼，嘛有其他几个兄弟参加，因为这边的。公布推动的教会无特别啦，毋过有人家己看公布，家己去报名。其中我感觉真感动是啦，咱前任的蔡牧师啊，伊伫病中吼，嘛用钢笔写祈祷文呢，伊钢笔有够水吼，伊迄是硬笔书法家，伊写了得奖所以牧师甲翕起来，互大家参考一下。即马手抄煞变做现在咧拍电脑的人吼。另外一种的感受，手写一笔一画吼，迄是一个信仰的轨迹哦吼。顶抓咱抄箴言吼，足侪兄弟感动啦。咱即马上年讲要搁第2批，又要来抄箴言吼，真侪好的见证。用安尼甲咱鼓励吼，咱以后若搁有即手抄圣经的，会当来参与吼，伫迄个中间安尼。最后一个补充是安尼吼，是咱对面有一间叫做迄个啥雅地饭店啦吼，咱有真侪较资深的兄弟吼，礼拜日拢会开车去停，因迄伫地下室足方便对无？才去7楼纳钱啦吼。最近毋知啥物原因啊，定敲电话来咱的教会讲，恁的教会哪会有人拢甲阮停去安尼啦？大家足困扰，意思讲吼，因人客若来吼，无位就要甲咱赶走安尼。所以即个停车场咱私下有熟悉的吼，小可去甲伊打招呼一下。你若无方便，就毋通去停，咱停别位啦吼。因为伊都无人客，就爱你去停，有人客甲咱赶，是足奇怪吼。所以即个雅地饭店啦吼，定下咧叫咱的干事讲，你叫恁的会友爱刷走安尼吼，爱造成一点困扰。请望讲，咱尽量若有别位所在通去停车会当停吼，用安尼来做报告。好，咱即时要来做结束。上演，咱请会众起立来唱着上演的诗歌，最后咱请牧师来做祝祷。天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敬诚信，阿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的高万世。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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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咱稍等几分钟，咱要举行庆生会哦吼。伫圣歌伫吟诗煞，咱要庆生会。
亚花祝咱大家平安，感谢主。这是咱要来唱这个生日快乐歌哈。9月份的寿星，咱等下要请新三基姐。三基姐，你先来坐头前来，你行来头前，咱唱这条生日快乐歌，咱有同工甲带来头前。咱9月份的寿星，请记你好无？9月份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是歌词，祝你生日快乐。英文诶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起来头前。1、2、3，来，好好，来，甲分阿姐，来分阿姐，拍拍啊，各位，三支姐。咱三基这80几岁啊，吼，咱来祈祷，为着这寿星祝福，咱结束。主，阮的上帝感谢你，9月份的寿星，阮恭敬将这的兄弟交托主你保护的圣手，因伫生日的中间有领受到对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也得到家庭亲人、囝儿4岁的感恩甲贺喜。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因的心上，伫生日的时。感受到上帝的疼更较大，也领受到主你的恩典，一生行入你恩典的道路，所行所做，合伫上帝旨意，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也愿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人伫风台要来的时，阮小等下转去路站拢平安，也阮经过这个风台天，大家拢有主的恩典甲保护。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隔壁请安一个讲，风台中你有平安，好无？好，平安。